一套齊晒，喺屋企剪髮真係省心。今日呢條係藍寶喺屋企剪頭髮嘅保姆級攻略，真係有手就得。寶媽剪唔到，多數唔係手殘，係驚刮親、太嘈又飛髮。剪飛髮一套齊，主機、吸絲線、卡尺、保護罩、清潔刷、說明書，佢最初我嘅點，邊剪邊吸，碎髮唔飛唔黐身。你睇剪落嚟嘅碎髮直接吸走，同埋佢有3道安全設計，新手父母都放心啲。第一道護欄式設計，刀片內移大概0.5mm，前端都唔易束膚。第二道陶瓷刀頭加圓潤壓角，高轉速都唔易過熱。第三道26齒密齒刀頭，細軟化都唔易拉齊卡住，加上機器噪音特別細 ，BB 睇卡通片都完全唔受影響。唔到1集嘅功夫，型仔髮型就搞掂，身上仲乾乾淨淨冇碎髮。到正式剪髮一定要分區，真係會靚好多。我一般分頭頂區、兩側區、後側區，想睇得乾淨啲，用機身刀頭就可以0mm，中等長度我就用3到6mm，劉海同碎髮用9到12mm，唔使驚剪過龍。你睇唔使幾分鐘個頭就搞掂，身上仲乾乾淨淨，碎髮全部喺後倉，一倒就乾淨。刀頭、擋髮片、脫髮倉都可以擦洗 ，IPX 級防水，直接沖就得。用控小飛髮，安全靜音，邊剪邊吸 ，BB 唔抗拒，媽媽少操心，想喺屋企剪得乾淨又安心，呢個真係得。